嗱，每個人咧都有第一次嘅。張崇基，你嘅個人演唱會咧，可能嚟得遲啲，不過我相信你嘅能力，你得嘅，加油！認識阿崇基崇得好多年啦，咁佢兩兄弟一直都以一個 duet 嘅形式咧去開演唱會。今次8月28號，阿大媽阿崇基將會係 One Live 個人嘅演唱會，大家一定要入場支持。Good show！崇基喺呢度咧，恭喜你啊！恭喜恭喜！你第一次開你嘅個人演唱會啊，所以咧喺呢度特別恭喜你。咁啊，知道你一直對音樂咧就係冇放棄過啊，所以今次呢一個舞台，呢個專屬嘅舞台係屬於你嘅。8月28號嗰日，你一定要加油加油再加油啊！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飛過嚟捧你場啊！我哋喺遠方都會支持你嘅。OK， 恭喜恭喜 ！Hello， 大家好，我係梁漢文。張崇基咧就識咗好多年啦，即係由佢啱啱入行，咁啊應該係93年，我哋就有機會第一次合作啦，就係愛情傻戀啦啦啦啦。咁啊近呢幾年呢一段時間就少咗合作啦。咁但係咧我就知道佢一直咧都有同佢細佬做一啲即係二重唱嘅演唱會。我記得曾經佢好似喺醫館啦，咁啊開個 show 我都有去睇過佢嘅。咁啊今年咧犀利啦！崇基咧，終於等到佢第一個嘅個人演唱會，叫做張崇基 One Live。哇！我諗如果我係佢咧，佢嘅心情梗係非常之期待，非常之興奮。我相信咧，佢嘅歌迷都非常之期待嘅。咁希望呢個 show 咧，崇基可以揀好多佢覺得好正嘅歌，重新透過佢嘅對音樂嘅感覺，或者透過佢把聲，可以重新演繹送俾佢嘅歌迷。張崇基 One Live 演唱會8月28號，你唔係唔支持啊嘛？每一次感到失望，感到沮喪，心中彷徨，每一次失去方向，失去力量，你在我身旁，你是我的太陽，照亮着我，從此不迷惘，長久的路你陪伴我走過，Oh solo mio。大家好，我係張衛健。頭先嗰隻歌咧就係我好朋友寫㗎。佢嘅名字叫張崇基，佢第一次個人演唱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嚇！8月28日，多倫多1250 Event Centre 張崇基 One Live 演唱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Hello， 各位多倫多嘅朋友，你哋好，我係蘇永康，誠意為你介紹8月28號星期五晚上7點半，有我呢位好朋友張崇基喺多倫多嘅首次個人演唱會，咁而地點將會係喺 Markham Road 嘅 Event Centre 嗰度舉行嘅。記住晚上7點半，售票嘅地方亦都係喺士嘉堡嘅荷里活餐廳。希望大家可以去捧我呢個好朋友張崇基嘅第一次個人演唱會嘅場啦，同埋我相信崇基會為你帶嚟好多佢自己嘅歌啦，同埋一啲那些年我們都一起聽過嘅歌。崇基迎嚟第一個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啦，咁啊，其實我都好期待。8月28號我都好想睇你演出，咁啊，再次恭喜崇基。我相信咧，崇基一定會喺呢一個8月28號當日咧，佢嘅演唱會當中咧，一定會施展佢嘅渾身解數去同大家演出佢嘅歌曲嘅。繼續努力加油，我哋一齊嚟見證崇基嘅美好成果。大家冇期待咧，等咗咁多年，終於夢想成真啦！喺嚟緊好快喺 Scarborough 8月28號，張崇基就會舉行自己首個個人嘅演唱會，大家期待咗好耐嘅粉絲，記得去支持啦！崇基老師，恭喜你，終於迎來你人生第一個嘅個人演唱會。知道你咧為咗音樂真係付出咗好多心血，亦都一直冇放棄。相信咧今次嘅舞台對你嚟講特別有意義。8月28號，祝你演出順利，盡情享受呢個舞台，為觀眾帶嚟一個好難忘嘅晚上。各位朋友，記得入場支持佢，一齊見證崇基老師嘅重要時刻。張崇基首個個人演唱會 One Live 8月28號，大家記住支持啦！買咗飛未啊？張崇基 One Live 演唱會，大家快啲買飛，快啲去買飛。張崇基
One Live 演唱會8月28號，多倫多開 show。張崇基8月28號 One Live 演唱會，大家記住支持啦！好，張崇基。Three Ladies 娛樂主辦張崇基首個個人演唱會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們的歌，將於8月28號晚上7點半，21250 Event Centre 舉行。實力歌手張崇基以嶄新嘅形象、全新嘅風格，用熟悉嘅旋律、精心嘅編排，加上全新嘅音樂元素，為大家帶嚟一連串耳熟能詳嘅經典金曲，仲有好多想親口同大家分享嘅音樂故事，都一一呈現喺呢一個舞台上。特別鳴謝以下商戶：鑽石贊助協成大律師事務所。黃金贊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銀贊助大排檔宏豐門窗、H 家居淨水設備中心、多倫多中華電影節、受惠機構至愛中心、髮型贊助 ProWave Salon、印刷贊助 Molten House、膳食贊助明月軒，門票於荷里活餐廳發售。想聽好歌，快啲買飛啦！約定你張崇基 One Life 那些年我們的歌，期待與你一起唱，一起感動，一起留下最珍貴嘅回憶。